续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铁，甲因党内的立委号召着民众就街头来抗议。时间是5月19的下晡，请民众到北平东路，也就是民进党的总部来抗议。郭文铁话话，希望无分党派，大家拢会当来。也毋过，即摆的郭文铁是8案填身，为3大案变做5大案。其中一案是由国民党的议员来告发。 都立万华第一果菜市场，郭文铁真生气，甲议员呛声。推动改革，民众做主。民进党主席郭文铁带党籍立委出现伫监察院，宣示5月19要招群众上街路，大动作伫抢执政党，也过在这进行。 现场出现抗议民众直接坐伫黄国昌的头前，骂讲做互看的尔，因为劝袂听，警方就咧甲带走。郭文铁等到警方排除了后才出现。不管他是民进党的、国民党的，甚至其他的党籍，甚至无党的，其实台湾大多数的人民还是没有政党的党籍的。我们鼓励所有人都可以一起上街头。 花策划党派做伙拼改革，将伫520总统就职典礼进前，5月19下晡2点，集合地点佫调工选伫民进党的党部北平东路前。不过即马嘛，有人质疑讲，集会游行原因之一，敢是要转移卡到案件的焦点。透早，国民党议员张小平等人到北检告这个郭文铁涉嫌多立网家第一果菜市场的改建案。每一笔预算。 都曾经在议会审查过。今天所有出来讲话的议员，我就直接问你一个问题：当年你们在哪里？还是你要跟我说你当年是白痴，现在突然搞清楚了？有没有羞耻心呢？不检讨还敢骂我们？我们是倒了血霉，碰到你这样的烂市长，你不知检讨，然后官商勾结，跟财团沆瀣一气。 本来就有台地讲金华城北树科的案件，即摆佫加上这个网家第一果菜市场以及南港转运站的 BOT 案件，3大案煞变5大案。郭文铁看起来是老神在在，毋若批评新政府佮兼经体市议员，是讲伊新上的火都要先泡花，因为收着家己不要紧，就惊讲收掉小草的信心。 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